Hello，我係思豪，而家睇康樂園呢間屋係2層積，實用面積1596尺，方向係東南方向，門口一入去係客廳位置，亦設有一間客房同埋客廁，而前後花園加埋有1800尺。上一層係飯廳位置，設有廚房同客廁，再上一層就係3間房間，其中一間係主人套房。有興趣睇呢個廳大房大嘅戶型朋友，快啲聯絡我，思豪帶你睇啦！